大家好，我係明愛全樂軒嘅職業治療師可 Sir。喺呢條短片入邊，社工鄭姑娘、福利工作員李 Sir 會親身示範居家伸展運動。當然唔少得我嘅聲音導航啦。乜嘢係居家伸展運動呢？點解我哋要咁做啊？運動同埋抑鬱症係有關係㗎。坐得耐係誘發抑鬱症嘅風險因素，而體能活動量低嘅人有較大機會患上抑鬱症。各種嘅運動形式包括帶氧運動，好似跑步、游水；阻力訓練，好似舉重，同埋有較少研究證據支持嘅瑜伽同埋普拉提，都可以改善患者嘅抑鬱症症狀。今日我哋介紹嘅運動分兩類，分別係床上伸展同埋坐正站立伸展。透過完成我哋示範嘅運動，我哋希望可以改善到自身心理同埋行為方面嘅功能，包括提升自尊心、生活各個方面嘅品質同埋睡眠質素。由床上面去到座椅上面，我哋最想可以慢慢有動力起床去做其他嘅事。做運動嘅時候，記得要留意自己身體狀況，量力而為啊！我哋建議你可以開住影片，一路播，一路跟住做，唔需要快播或者急住跳落下一段。如果中間跟唔上或者需要休息，你可以按下暫停，稍後再播放。如果你自己可以，或者身邊有人幫手，你可以先喺床邊準備一張實淨嘅凳，以完成較後部分嘅運動。動作一：腰背伸展動作。呢個動作咧，可以幫助我哋放鬆下腰背。首先將右腳提高，並且抱實。抱穩之後咧，我哋再提高左腳，雙手可以扶住膝蓋嘅前方，放鬆腰部。放鬆其中一隻腳，然後再慢慢放晒兩隻腳，回復原本嘅動作，然後我哋重複動作。你都可以試下將雙手放喺大腿，讓背部嘅拉扯感更加大。跟住嚟到第二個動作，腰背轉動動作。雙手放喺床側或者扶住床邊，提高雙膝，合併兩個膝頭哥，將膝頭轉向左邊，同時將個膊頭盡量貼喺床上面，翻中間，然之後慢慢轉向另一邊，膊頭盡量留喺床上面。慢慢翻去中間，再去另一邊。呢個動作可以幫我哋腰背轉動得更加順暢。慢慢重複動作。
動作3係頭先嘅動作嘅進階版。我哋扶住床邊，提起兩個膝頭哥，合併膝頭哥，一齊轉去左邊，膊頭留喺床上面。今次唔同嘅係，我哋慢慢將上面嘅腳伸直，帶出去床嘅出邊，維持一啲時間，慢慢收返腳，兩個膝頭返中間，然後去另一邊，膊頭留喺床上面，伸直上面嘅腳，收返埋，返去中間，然後重複動作。動作4，腹肌力量強化動作。雙手扶住床側邊，雙腳微微分開，同膊頭咁闊。提高一隻腳，保持住喺90度嘅位置，收緊嘅腹部。然後慢慢再提高另一隻腳，感受住腹部用力。放低其中一隻腳，然後再慢慢雙腳都放鬆。動作5，臀部肌肉強化動作。首先用右手捉住左邊嘅床欄，轉身向左捉緊床欄，雙腳慢慢屈曲。腳踭要喺臀部嘅下方，慢慢打開上面嗰隻腳，感受住髖部用力嘅，維持幾秒嘅時間，慢慢落嚟，然後重複動作。大家感受到臀部嘅旁邊呢係用力嘅。做完幾次之後，慢慢轉返做平瞓，用另一隻手捉另一邊嘅床欄，幫自己慢慢轉身，屈腳，然後重複動作。我哋一齊完成咗床上運動嘅部分啦。接下落嚟，我會介紹我哋點樣
可以慢慢用一個安全嘅姿勢轉換動作，由瞓喺床上面轉做坐喺床邊或者凳上面。我哋慢慢將自己移近床邊，然後轉動身體，面向床邊嘅方向。又可以用雙手捉住床欄，雙腳慢慢放出床出邊，用上肢嘅力量支撐身體坐起。坐穩之後咧，記得雙腳要掂到地下㗎。動作6：拉拉頸。呢個動作可以幫我哋放鬆頸部嘅肌肉。首先坐直，腰部貼緊椅背，雙手放頭後邊，然後收緊下巴，維持幾秒，收緊，然後放鬆，然後重複動作。動作7：拉手臂，繼續坐直，然後我哋舉高左手，慢慢向胸口貼緊，用右手喺左手手踭位置進一步拉緊隻手，維持5至10秒，放鬆，然後我哋交換兩隻手。呢個動作可以幫我哋伸展手臂嘅肌肉。動作8：我哋坐前少少，背脊離開凳廳，雙手緊扣向前伸，雙手帶動上身向左轉，維持幾秒，慢慢返去中間，然後轉向另一邊，返去中間。雙手向上伸展，維持幾秒，然後返中間放鬆。動作9：我哋保持頭先嘅坐姿，手慢慢沿住腳，盡量向前摸到地，記得要挺腰，慢慢沿住腳上返嚟，放鬆，回復坐姿。我哋完成晒喺凳上面運動嘅部分啦。接下落嚟，我會介紹我哋點樣可以慢慢用安全嘅姿勢，由坐喺凳上面轉做企喺凳嘅側邊。我哋慢慢坐直身體，臀部向前移，去到凳嘅中間，確保自己雙腳掂地，屈曲膝頭，雙手放喺膝蓋上面，重心慢慢向前，手借力，用大腿發力起身。動作10：腳部伸展，單手捉住張凳，然後我哋單腳企，左手捉左腳，左腳嘅小腿貼住臀部，hold 住幾秒之後，我哋換邊，右手
足右腳，記得扶住凳喎。動作11，胸部拉展，雙手扶住凳，一隻腳向後踏一步，身體微微向下壓。前面嗰隻腳嘅膝頭哥咧唔使太前嘅，維持幾秒之後咧，我哋換邊。記得後邊嗰隻腳咧會有小腿嘅拉扯感，時刻扶住張凳，確保安全。恭喜你已經完成運動啦！而家嘅你會唔會覺得動力多咗，可以嘗試完成今日其他嘅事呢？今次影片就去到呢度啦，再見。